當小朋友離開你嘅時候，就會大喊，或者轉換環境，見到陌生人嘅時候，就會即刻匿埋響爸爸媽媽嘅身後面。即使爸爸媽媽喺屋企，當爸爸媽媽需要去洗手間或者廚房煮飯嘅時候，佢都要跟住你。各位家長，你哋有冇試過以上呢啲情況？好多1歲半到2歲嘅小朋友經歷緊分離嘅焦慮、黐人、怕陌生環境，完全唔肯自己玩。作為爸爸媽媽，除咗心痛之餘，仲會覺得好攰、好無助。我哋嘅 PN 獨立班專為1歲半到3歲嘅小朋友而設計，透過安全分離嘅訓練，幫助小朋友建立安全感，一步一步咁樣由離開唔到你，變成我可以自己探索世界。短暫嘅分離都可以好安心，培養真正自信又獨立嘅小朋友。立刻預約試堂，陪佢勇敢踏出第一步啦！